当照3.05每年会实施哦，会来加强中重度的照顾，增加暗时的照顾，佮夜间紧急服务。有民间团体就指出讲，超高龄的社会病床无够问题是愈来愈严重哦。即马全台湾的长照机构大约是有11万的床位，也毋过卫生福利部计算哦，爱个9000床才有够，所以就爱个继续拍拼。巷巷内拢无人，不过设施无拍远，受到警生少的冲击，新北市开平工商停办了后，经过社会局甲教育局做伙审查，后续会转型做长照机构，按算2028年伫原位设会当大的长照机构。咱个进入超高龄社会，当照3.0伫明年实施。卫部处长卢建潮进前接受媒体专访，评估这种会当大的机构，有关欠强要9000床。的确，它分布的太阳不太一样。那如果说比较是属于都会区，它有新建社会住宅的这个部分的部件，那我们当然也会一起去做考量。那其他的一些资源不足的区域，我们也会透过公司协力的奖励计划，然后征求。卫福部水平针对这种会当大的长照机构资源无够的区域，2018年就开始推动前瞻基础建设，种族保健、公司协调等等的计划。另外，也有跨机构并且和地方政府合作的3项模式，按算2017年会当达到供用家需求的平衡。民间照顾团体直接讲，欠床的问题无好解决，除了因为设立标准提悬，地区成本增加，佮有照顾人力也欠工，业者对经营长照机构意愿可能佮降低。政府大力的鼓励社区照顾、居家照顾，这方面抢了不少住宿型机构的人员，连医院也缺人。我们住宿型机构抢人抢不过医院，抢人也抢不过这些社区照顾、居家服务的人。民间团体建议，佮增加设这种会当大的长照机构的鼓励措施，也佮有放量会当大的机构收费的上限，也呼吁政府来看会当利用的空间，赶紧补建，才对得人口老化的速度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